为响应市府科技转型，由中国人寿甲奇美医疗体系、清代数位生活科技研发中心甲联智智能合作，经过半冬的努力，18号下午，伫卫生局长徐以林的见证，完成4方面的跨越，推出全数位化保护智慧健康的路程管理服务，将保险、健康甲医疗、照护等，透过数位串联，融入去保护的生活当中。请启动。那么这一次呢，非常感谢四方呢各自提供优质的这个技术，启动这个数位生活的服务，那让这个数位科技能够从医疗，那从这个前端的健康促进到医疗照顾，还有更重要的这个后端的理赔呢，也利用数位科技，那这个减少病人来进出医院。那在中寿的保护，在奇美医疗体系也特别打造了这个客制化的健康管理中心。那这样子对这个中寿的保护呢，是一个很大的福音，一个很大的这个在将来在医疗的服务上面可以有一个很大的进展。像跨越合作，基本上我们是从保护智慧健康旅程管理的一个观念来出发。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数位科技，能够把保险、能够把医疗紧密的连接在一起，让我们的客户能够享有非常轻松、安全跟贴心的服务。好，那今天对中寿的保护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从今天起，中寿的保护只要透过中寿的爱生活客户 APP， 根据自己的需求动手指头，其实就可以获得第一专属的健检专案服务，第二门诊的预约，第三，整个数位行动理赔的服务。台南是有很多的一个数位的一个制度让民众很方便。像我们的台南打疫苗，像台南共照云台南的快易通，那这个奇美医院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作伙伴，还有成功大学。那我想在疫情后期我们对于健康的议题，我们更是用数位来打造这个健康的一个城市，数位的城市。所以未来台南市不只是一个美食之都大家记得台南市是一个数位健康之都。连续4档以客户为中心，得到金管会创新服务的中国人寿，目前全台的保护大约有300万户。有了这项的服务，不但提供保护，伫后端的术后理赔保障，提升到术前的预防医疗，并且提供奇美专属的健检方案、门诊预约、甲数位行动理赔等。对台南出发，预计未来将扩展到其他的县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